台北市动物园的大鸟型宝宝元宝出世满170天，保育员当咧替伊的见面会咧做暖身的准备。那依照伊目前成长的进度来看，元旦就会当甲大家来见面咯。当兵行过来的西边行过去，对所看到一切拢真好思想。 元宝出世已经满170天，依照往例，大鸟型6个月大左右就会使公开露面啊。即摆元宝嘛要到甲大家见面的日子啊。那通常6个月左右就会考虑让它能够跟游客见面。那针对元宝来讲，我们其实这段时间都一直尝试的是以明年1月1号为一个目标。 为了要替头一摆甲游客见面做准备，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保育人员会特别将这个元宝放到室内运动场去熟悉环境。因过逐摆将这个元宝多放落来时，就随走去用银色，主要就是要找因老母。让我们保育员有点哭笑不得的，就是把元宝带到场子里，结果他立马转身朝向妈妈在的这个育婴房跑过去，所以变成说他反而没有太多时间在这个室内活动场活动。 除了熟悉室内活动场的环境以外，保育人员嘛会和这只元宝体验活动场的设施。保育人员逐摆拢会甲伊抱到无共款的所在做特训。动物园嘛表示讲，依照元宝的成长进度，应该使伫明年元旦来公开露面。是够介元宝的人，就使亲眼看到这只鸟形囝古锥的模样。